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喺 MEXC 手機 APP 點樣快手提現加密貨幣。打開 MEXC App 嚟到主頁面，先揾資產或錢包嗰個 tab。記住，正式提現之前一定要完成 KYC 實名認證。如果未認證，跟住指引 upload 身份證就搞掂，1分鐘 OK。去到資產頁面後，揀你想提現嘅幣，例如 USDT， 同埋填好對方錢包地址、金額，再確認一切無誤，直接提現就得。MEXC 現在手續費勁平，而且提現速度好快，免使等待。最後一步會收到電郵驗證，記住 check email， 輸入驗證碼就完成，成功提現。簡單快捷。如果你仲未有 MEXC 戶口，記得用我推薦碼註冊，即享20%手續費折扣，同埋高達$10,000新手獎勵。新用戶記得唔好錯過 MEXC 送出高達$10,000獎勵，即刻落 App 輕鬆交易提現，安全又方便，快啲試下啦！